你倒位啦？嗨，多人珍惜哦，胖子哥。 你讲你是不是修哥海？淡薄啊！你拄仔食啥物？头食糖啊！头食糖啊！嘿啦，刚刚食落足欢喜的啦。哦，食滴滴啦，食滴滴啦，会欢喜啦。我较早吼有一阵我咧拍戏，迄个导演就歹。我若要去拍戏，我心情拢咧落雨。我就吼要去进前吼，我就买一杯上盖大杯的新冰乐。 啊，一定爱足甜的物件。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啊，迄巧克力碎片搁爱香杯 double。啊，搁爱奶油是不是？顶悬咧白白安尼，嘿，啊，输落去，心情安那？规个拢好。哎呦！你的心内就甲伊讲好，啊无继续来甲伊拼。哎呦，拢有充电的感觉。充电充电啊！所以你介意西洋的甜甜的物件。我介意西洋。但是哦，我虽然是外国大汉的，但是我足介意台湾的古早味呢。像啥物？我就爱食甜甜啊，有两片饼夹的，迄种迄个啥？麦鸡饼。麦鸡饼。麦鸡饼。嘿啊！我是感觉吼，有当时啊，人讲食甜甜洗后生。哦。但是咱心情歹是食甜甜，有当时是。 感谢你家己，感谢你家己身体细多些，讲你辛苦啊，你真正辛苦啊，这互你食，你食着你就欢喜。哦，这有道理呢。啊，今仔日咱两位导览先生啦，就爱带甜甜的，互大家食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今摆邀请头一位领队来宾，欢迎阿翔翔哥。阿翔，嘿。 嘿嘿，我今天穿熊猫装诶，迄是熊猫装哦，迄是马来貘。哎，什么马来貘啦？较尊重诶。这上潮诶，这韩国诶上潮诶，你是咧？大家好，有误解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啊，讲到糖，讲到甜吼，为什么要叫我来做这个领队？因为大家拢知影我台南人。啊，阮上爱食的哦，不管是牛肉汤、生鱼意面、肉色饭，口味拢偏甜，所以阮这个上爱食糖、上爱食甜哦，叫我来绝对是特懂的。哦，阮台南人咧啉红茶的时阵吼，无咧淋什么半糖的，每一杯拢嘛全糖。所以台南人拢足嗨的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要介绍一项物件，叫做麦芽糖。 拄则咱大朋友讲到，这麦芽糕吼，大家有印象无？细汉的时阵吼，常常有迄个阿伯阿公有无？啊，牵着铁马啊，啊载着伊的麦芽糕，啊规条路安尼一直发麦芽糕，啊听着咧发的时阵呢，我就已经走出去买。今仔日要介绍这个麦芽糕的这个师傅吼，非常的厉害，伊的麦芽糕哦，拢是纯手工咧做的，一影一鼎正大鼎。 用大灶烧茶，慢慢啊煨，慢慢啊煮，爱开10几点钟的时间，到我都完成哦。这可能是咱未来的国宝啦，哦，无简单。来欢迎今日的导览先生，罗马师傅阿洪师。罗马师傅欢迎欢迎！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洪师，我今日来这边家人介绍好食的麦糕。所以拍婆啊，哇！啊，咱今仔要算比赛啦，这气势袂使输。对。来，大声甲喊出来，咱的口号。好，来，麦糕有甜无？ 哇，甜噗噗咯！麦糕有好食无？好食一喙接一喙哦，拍婆啊！谢谢！阿洪师呢吼，我刚好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尔，是安那一鼎麦芽糕10几点钟，你坚持要做麦芽糕？
因为无这传统的物件，咱爱保留落来。我若无安尼做，无一定过20年以后袂好就失传啊，啊就无啊。传统的物件爱传承，是，这个真是赞。你敢有传人？我的查某囝阁伤细汉啊，较大汉时我得教因啊。真已经接因爸爸的工课落来做啊，还算第2代啊。第2代。水继续坚持落。谢谢。好，耶，这咱台湾的古早味，对，过来西洋的。咱来邀请第2位导览先生，伊的领队来宾，欢迎何嘉文，嘉文姐。哇，高高追烟啊，这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嘉文。今仔日我哪会来遮咧？咱今仔日要讲糖啊，对无？对。一定爱找我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我这个人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哎，人甲糖啊同款，就水的。哦，第一部分的哇，甜心 sweet。大家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有一条歌介红，上红就这条，叫做小甜甜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女孩叫小甜甜，自细汉大地鼓你。对，就是我的歌。马上卡翻做台语。无简单。所以我来介绍呢是上好的。啊，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位呢，我甲你讲介绍，英雄出少年，做少年的哦，做30岁尔。哎呦，本来会晓做糖，佮甲糖当做艺术品，对无？艺术品在做哦，啊，伊佮去参加比赛哦，国际比赛哦，佮得冠军摕金牌。搞唔加呢？哎，婆啊，下个催泪，好不好？吼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糖果魔术师阿转。偶像。啊，个好手呢？性格。欢迎无？甲大家介绍家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的阿全。阿全吼，阿全今仔日吼，就欢喜袂输开演唱会，等你好好啊讲，好不好？你这样搞，大家都给你拍婆啊，谢谢。啊，我们有很厉害的队呼哦，听我们讲一下。好，来。有糖是苦，食糖是甜，世界冠军流出酸咸甜。谢谢。一个好手的讲流出酸咸甜，这冲突嘞，但是足古锥的呢。我看阿全是做糖的80光年。不行伊的好手有80就是80光年啊。拄则讲什么糖？有糖，拉糖。有糖是有什么糖？啊，个艺术品还是？艺术品你听伊讲。有糖就是阮的一个艺术品，但一其实我得放相片给大家看。放相片，放相片大家介绍什么是有糖，迄是一个都水敢若玻璃。相片我看我是较无相信。哎呦，你若讲现场有物件好看。有，今仔日讲到摕者边啊。哎，阮这足贵的哦，歹势足贵。这恁这堆的呢？哎，阮这堆啊。你对啊啦，无啦，我是讲爱调好啊，无嘿啊。那个卖安尼，哦，好精彩！你这无艺术咧。这做表，这无艺术啦。你这做表，对无？摕迄个牛的玻璃，你讲牛糖，但是这是分玻璃。你刚才是玻璃，啊，你是糖啊？舔一下。舔一下，来，你那舔玻璃一下。无味对不？啊，那糖就是甜。你来舔一下。敢袂使？食看卖。我真正爱帮大家看，啊无大家拢讲这共骗的这玻璃啊。这糖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怀味啊！甜的哦。甜的。哎呦，哪有可能糖变这水啦？所以够金箔呢。对，金箔嘛在内底。无简单的，即摆玻璃顶头叫蓝糖哦。你好袂够。人家你有看到无？哦，这是玫瑰。就水的吼。玫瑰花。这类你有看到无？有。
白色的玫瑰花呢，那白色的花呢，拢是糖对，哦，弄糖做。全部拢是糖哦。安那我都糖油甲变安尼，这是安那哈？做一工夫咧去练呢，才有法度牛甲练到一工这个程度。所以阮拄则毋是讲有糖是苦，就麻烦呢，辛苦啦，就辛苦的，就麻烦呢。啊，这叶啊，系啊，水吼，青色的，敢若玻璃安尼。你看下这色水、色滴安尼，有无？水有，反光啊，够有根。还有深浅呢，还有深浅颜色呢。安尼，够粘醋的咧。哇！啊，落去，我还比你更加错，今天这几工诶，这一工，我这一工就做会开，几工诶，系啊，这算简单诶，但就更加油诶，更加油这简单，这算够干诶，安尼足无简单呢，这安尼叫简单呢。够较油诶，但就加看卖。哦，卖个糖敢会做一款？无啊，卖糖是卖果做出来无共款的，哦，对，迄是无完全无共款的糖。系啊，这现代。现代我是古早，味的，所以这还好啦，这还好。哎，什么还好？这有简单的讲啥？你拄仔反应有心过欢喜，心过欢喜啊！老师有一点仔袂爽，你看会出。哦，对啊，您可能无注意听呢，不会啦。伊拄只阿雄，我咧介绍你有听到？你讲叫啥物？伊叫罗马师傅，伊过去各位啊，伊过去有一段故事。袂使安尼凊彩黑白讲，你若晓出来的时阵，安怎啊？爱注意，好无？爱注意，所以讲话爱注意。哦，讲话爱注意好。你是安叫罗马师傅？因为我无这20几岁到30几岁中间是10年啦，10年内底无5年咧关啦。哦，真正在关啊5年无，第一讲佚佗啦。哦，你是因为啥物去用关的？我哋卖药啊，食药啊。哎呦，中间就10年的时间就无去啊。哦，系啊。啊是安那，看会出来，你会去做这个卖鸡糕，一饼10几点钟呢？因为拐出来以后无，啊咱要找头嘛找无啦，对无啊，艰苦伤多啊，无人要请你啊。啊，阮老爸会甲我讲，啊，无咱转来山顶有无？来做这个卖糕，啊，加强我用维持生活，啊，阵因走投无路啊嘛，啊，就啊好啊，啊，就来山顶做卖糕啊，啊，就开始直做安尼。安尼做几年？做差不多15年啊。做15年。迄时阵大家感觉拢家己放弃，但是爸爸一路搁家安尼，搁甲带转去。因为吼，伊过去伫咧做工过时，就是咧市内啦，啊交着这歹朋友啦，所以爸爸为什么要甲带去山顶？是安那？就是要互伊遮含遮朋友无，关系拢甲断好了。对。啊无伊安尼，你讲伊10档的时间哦，关出来又搁接触到，搁入去关，出来搁接触到，所以爸爸讲归去，看我来去山顶。所以。交朋友爱足细腻，啊，搁你要经同事嘛爱足细腻。哦，你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哎，伊注意咧讲你哦。我先来去做，先来做，你家己主持。我朋友讲，你有足侪口味，上特别的口味是用蝉蜕入来你的。卖个蝉蜕，蝉蜕，牛蛙卡，酸水香，起白香，起呗，是对脑后做好的。哦，对脑后就好诶。你的故事紧去你讲嘅，太神奇了啦！系啊，啊，要讲啊嘛。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洪师，我今日踮咧遮甲恁介绍好食的卖糕。咱即马大家无看这张图，有一个人伫遐打冰打，准备要去山顶卖卖糕。这条路差不多，到即马差不多应该要100年啊啦。哎呦！啊，这条就是无为阮山骹要去阮山顶的路，啊，以前这条叫宝架路。啊，这卖糕人为安尼光啊行路行差不多半点钟，啊到山顶来无，
甲阮换卖糕，啊卖价都拢扬去啊。无伊卖，伊早卖糕做定的，做定的，伊是用手捏互你的，捏一支伫杯仔面顶互你安尼，毋是安尼卷起来。是，对嘿。啊伊到的时候嘛，问看恁兜有派糖古虾，啊是无？鸡毛鸭毛，啊伊会甲你换。换你的鸡毛？无，我的鸡对啊，伊早无得用钱买啊。拢用物件，有啦，用物件换物件啦。啊，那会用换鸡毛、换鸭毛，迄是要创啊？保暖无啊，伊会使去做无？做米胚啊。那个鸡毛掸子啊。鸡毛掸子啊。这里哦，叫做累啊，累一个，对，就是交换的意思，交换意思。伊早无得用钱买，对啊，啊所以无，我一年哦，才去山顶2摆，啊，阮老爸细汉时阵无。可能等这一年2摆会足欢喜的，伊要到一个点仔摇迄，咚，啊对，较大咧，对，这个声音啊，对，这个声音一出来就知影卖鸡糕的啦。听到这个声音吼，迄喙脓就流出来。对，十点啊嘿。老师，你讲这叫啥？卖鸡糕，玲珑糕啊。玲珑糕，摇玲珑来开始。玲珑嘞。人讲画玲珑卖10岁就是对。甲即马即个社会卖糕有另外一种的，即马的哦来到遮，即2种啊都是的是我做的卖糕，你敢知？哦，这边是较透明的吼，啊这边较金黄的。啊，我是领队，我一定知啊。你知无？你讲看卖，你讲看卖。你讲。你讲看卖。我在看你哦。莫打，无咧打 pass。是啊，正边这个金黄色的啦。对，金黄色的。讲对啊，无唔对。无唔对哦。是安那金色，这是你做。因为这无，阮这物件无是麦啊、糯米，啊用古早的方法都去做出来。啊，所以伊的色本来就是金黄色，所以我们叫黄金麦芽糕。这边这无，这叫麦糖、麦芽糖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无球子粉。球子一大条迄，啊，还有一种的麦芽粉。啊，就可以用蒸汽的方式大量生产出来。啊，过来这热天的时候会较软，啊，冬天的时候伊会变定。啊，若这一年四季伊的定度拢是共款的。啊，这有台湾的有个番薯味，这叫番薯味。啊，这刚好甜的味安尼尔。所以是这2项是无共款物件。啊，阮对爱买爱食这种好。对，而且伊的食开金黄色的食开哦，较袂黏喙齿哦。啊，你若食迄透明的，我规个拢黏掉。对。啊，过来咱若要做出这个卖糕的时阵无，咱会无经过这。这是啥？咱麦啊。麦啊。啊有麦啊。麦啊就是小麦嘛。麦小麦。因为麦啊对无足侪酵素、酵素。啊伊无迄共米，咱即摆过来这麦啊好洗出来，好洗较长的。啊你佫无够长，啊因为这麦啊为啥我无爱去共买？因为这麦啊要种做歹种的。因为这是中国北方的主食。伊较寒冷，较冷啊。啊咱台湾是食米的，所以要种出麦啊足困难的代志。啊为着我要种这麦啊，才开10年的时间呐。到我到春夏秋冬做出来麦啊草拢安尼。你家己种的？我家己种的，因为别人种袂赢我啦。你家己种的对啦，伊今仔日去有甲这麦啊，你看早来现，家己种的，你看。足水的呢。所以这麦啊爱伊发芽，发芽就对。对啊。啊用这个芽去做去做麦芽糕。啊，伊拄则讲到哦，伊这是算中国大陆吼北方的物件。北方的物件。啊，伊遐较寒嘛，啊，咱台湾热。对啊。伊家己的仓库咧种这吼，佮放冷气好吹呢。对。我吹冷气的呢。啊，你食看卖这敢？会食的。会食的哦。甜的啊。甜。萝卜块。会甜的，食面顶的叶啊，甜的啊，足甜的啊。你搞我盆生的。真假个？啊，食生的吗？你食看，食叶啊，就好。我。歹势，阿洪生伊拄则食着土啦。你两头。爱食叶啊，你食叶啊就好啊。啊，加的，咱会滴才会走出来。薄薄的。有啦。对个薄薄的，对，薄薄的。不要有一个甜味啦，一开始生开。有啦，啊不要加甜啦。哦，因为头食糖啦，你头食迄个糖。哦，不要翻甜，不要翻甜。我若多的这
这刀加悬哦，真甜呢，真甜它很清甜啊，很清爽。很甜呢。啊啦，头即马无整啊较长，有早爱黄色的，即嘛最重要的代志。这咱个整个有无暗时内底暗的所在，啊无星光合作用。哦，那星光做青的无，咱食着麦果，食完以后喙有无会有苦韵，真的哦。会苦。哦，会苦。所以伫暗时内底，对，整迄笋啊共款啊，对，笋啊伊嘛爱甲砍开啊，你若好拍到日头，伊就变苦。嘿，迄就歹啊，迄就歹啊。麦仔草有啊，啊甲水互清气，用肉加加的，绞肉机搅一搅，搁来无这米，这无，咱头咱炒好的米，啊这麦仔甲倒入去，倒入啊，就去甲拿来，啊差不多3点半钟，这个动作叫做即马这叫发酵，一当发酵，啊好以后无，啊咱无用个脱水机，啊咱啊倒落去，啊脱出来接，啊就去。直煮，特别卖个啊！啊，有的无来的人客问啊，老板啊，汤什么时候加？他们客人都会这样问。平常时讲我啊，我歹势，阮这边加糖的，煮出来的，煮出来就是变安尼，嘿，对嘿，所以啊，过来是无啊，要煮中间爱煮10几点钟加这下茶的部分啊，这下茶的部分，这大好无爱开才直直浓茶无，直直浓茶5点钟啊。啊，热天时做热，减迄只灶边温度拢差60、70度啦。安尼哪会冻会掉？汤巴体啊。哦。人起来嘛是讲汤巴体啊，无要紧，因为伤热啊。这茶嘛毋是凊彩茶用拼入去的。因为阮这茶拢是种茶叫休息啊。相思木。休息啊，休息啊，就是咱无一般做好炭的茶，啊伊要在台湾要退着这茶较简单。啊伊无爱个耐好。所以阮会买足侪休息啊，无啊来煮这个麦果。一定爱用茶吗？一定爱用茶啊，毋得爱用丁的茶。丁。但是若是瓦斯炉袂使。瓦斯会使啊，问题瓦斯炉煮出来，无迄个味吼，无迄个香味，它那个嘛含汁的味就没有那个番薯的味道，就很奇怪。有差啦，所以是因为你烧这个香丝啊，哦，你的麦果有一个含汁的味。不是，因为是下茶。煮用做传统的方法来煮，到有迄个含汁味。甲什么茶无共，什么茶你若用较无好的茶，伊嘛煮会好，只是时间会较慢。茶这个方式，这茶煮无，经过讲的，咱差10点钟以后，变做安尼。哇！安尼，变做安尼有无？伊开始有无？还会。起泡，木坡啦，木坡嘞。对啊，木坡的时阵，我会甲糊起来。啊，好起来哦，可以无接受到迄个冷的空气，啊，看伊啥物时会停落来，啊，就知伊即马这个程度会使袂使啊？嘿，啊对。啊，伊袂流落来才会使吼。对，像即马大约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热天的时阵咱爱煮较甜的，啊，冬天的时阵爱煮较冷的。啊，无人客会伤冷，啊，无会伤甜，拢爱控制。够水的，啊，就是即种煮出来的时阵就变安尼。真正金色的呢。对啦。这讲是麦果呢，果就是像这种型的。啊，过来有麦果无？会使无？会使无？做无？做这物件，你看这啥物件？这什么？这啥物？这是啥物枣啊？还是啥梅啊？梅子，对梅啊。然后清明的时候有梅啊。啊梅啊掺麦果，啊搁掺一寡醋，伊做出来叫做梅子醋。一般市面的醋拢是用冰糖做的。啊，若用麦果来做无，要啉起来无嘛较健康啊。啊，问题个时间较长，冰糖做差不多3个月会使啉。啊，若用麦芽落去做，差不多上无爱放1年。安尼。搁有者咱这啊，这啥物件？鸡杂，鸡杂毋是温迄白汤。对啊。啊嘛使温麦果，安就袂较甜。哇，这感觉足好食呢。啊个有这。哈？哎呀，这上厉害，这上厉害。这行啊。哦，这无这啊。我要烘进前，我先甲抹麦芽去。哦，这盖好食，这定盖好食。哦，所以伊色水才会遮水哦。对。哎，我都唔知哦，原来有。啊，连去做安尼无？这还有这。一鸭3只，你看。对。啊，这樱桃鸭落去做的。哎呦，看到就想要食的啦啊！小等下再食一。啊，等下有啦。哦，等下有哦。水。安尼。水啦哈，安尼今仔第一名啦，今仔第一名。还没完吗？还没讲，你还没讲嘛？我没讲诶。
安尼的 OK， 我介绍完啦。好，谢谢。加好。想要到迄个行啊，顶悬嘛有卖鸡糕。对啊，皮带脆啊，实在水。哦，所以你讲伊冷去了后，伊就开始变脆啊。无应该是冷去以后，烧的时阵才会脆。烧的时阵会脆。迄只鸭多烘出来时，咱若去外口餐厅食，拢烧烧拢互你食。皮拢脆脆啊。哦，冷起时就无法脆啊。对，传统的，啊，这化国式，啊，算啦，咱甲处理一下。好，化国式的牛排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南的阿全，今仔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油糖的艺术。糖是一个大家大人囡仔拢爱食的物件，毋过伊毋若是会当食尔，伊计当做一个艺术品。像即马大家看到即个相片，即个就是阮糖的一个艺术品，伊是为欧洲迄边开始的，伊叫做糖雕，就是用糖做一个雕塑。阮糖原本是做丁嘛，毋过会当趁糖还袂丁进前，甲做无共的形体，然后做了无共的形体了，甲组起来，互伊做无共的主题。像即个就是雷蒙，阮若是我边仔当囥一寡甲雷蒙有关系的甜点，一般伫外国时阵，因办的时阵会囥伫你的饭的中央，你当一边食一边欣赏迄个艺术品。糖雕啦，糖雕啦。啊，袂油去吗？这敢袂油去？会啊，慢慢啊油。哦，慢慢啊油。嘿，无油遐紧，所以阮拢会囥伫中央，然后搭配迄无共的甜点，然后一边看一边食。其实甲台湾的冰雕做像的。赶快，你是用糖雕。这较像以早办桌的时阵捧起来，啊用菜头雕在量雕。对，啊，伊是用糖啊，你用菜头啦，水果对啦，用糖啦。有种感觉艺术啊，看到你生活功夫，可以当食到伊的物件。嘿，所以有的人拢会用这个方法去做一个展示。这是一只枪吗？这是大枪。然后一个这嘛是糖，这嘛是糖。哇，这个有唱的，你有看到无？对啊。啊，唱的片啊，你看一只。对啊，一个艺术的表现啦。那是安尼做，这毋是我做，我去外口做的。因为我做较少在做电视，我在比赛拢比糖尔，所以较无搭配迄甜点做伙做。毋过等者糖有做侪方式去做，所以等者我会为大家介绍糖的3个方式，去安怎甲即个物件做出来。所以会当来看阮第一个。阮糖的话有3个方式，有老糖、分糖甲牛糖。阮一个来介绍。阮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老糖。老糖就是阮糖煮好了，伊其实敢若水共款做透的嘛。然后我当甲倒入模仔内底。啊，等因为即马即个温度差不多100外度，然后等伊冷去了后，甲温度差不多，伊就顶起。顶起了，再甲爬落来，伊爬落来就敢若玻璃共款，足透明的。对，这就是头拄阮看到迄个玫瑰花的底座，嘿，伊的底座就是用即个方法去做的。啊，阮老糖除了会当做底座了，我嘛会当做无共的形体。拄只迄个叶啊，迄个叶啊，对。伊嘛是伊是靠模仔去做的，伊嘛是甲糖放入去了后，然后甲倒入去模仔顶灌。等伊冷去了后，甲爬起来。其实即个方法做的糖，伊看起来拢敢若玻璃共款，所以你有做者无共的用法。嘿，然后阮就是甲糖倒落去了，然后共款趁伊冷去进前去做形体，然后冷去了就像头拄仔大家相片看到迄个。有无？对，会像相片安尼，大家看到后壁迄个叶啊，甲即个藤蔓，甲个牵顶，嘿，伊拢是共款是透明的感觉，嘿，敢若玻璃共款，这是老糖的一个方法，嘿，老糖。然后第二个我来介绍的技术是叫分糖。分糖的话，以早人拢是用嘴分的啦，嘿，毋过即马有你用嘴分的话，其实较忝，所以阮有一个帮补，大家敢有看到？嘿，阮就是甲糖做一个形体，然后挖一个坑，然后甲包入去灯光内底。以前人是用嘴分，然后即马有物件会当辅助伊去做，所以阮就当一边分一边甲空气拍落去，伊会愈分愈大坑。毋过啊，这敢分甲破去哈？嘿啊，这个物件来做设计，因为
糖这个物件是愈细粒愈好做，愈大粒愈歹做，因为要控制迄个温度。你糖啊小大的话，伊其实会足歹控制迄个温度的，所以你糖爱爱做者练习的。你温度爱用个做少，无你若温度烧冷的话，伊分会直破去；烧冰的话，你会分袂当。嘿，然后依照我一个比赛嘛是用有内底有即个分糖的物件，即个是我迄个时阵去意大利比赛时阵的一个。迄个我着发意大利比赛扭糖的冠军的一个作品。我即个比赛会当一个冠军，就是因为我即身人拢是用分糖的方式去做的。这个人是用分的分出来。对。即身作品有125公分，差不多遐悬。然后我在做的时候，我该爬去楼梯顶悬伫遐量。所以这个人你咧分的过程当中，伊破几摆？我练1个月，较分出种。做胶纹的形体，哇！哎呀，哦，可能20-30届应该有吧。20-30届。对啊，爱日练，爱改良，看什么方式较做会水，嘿。迄时阵我比赛好佳就无破，我比赛跑得做袂出来啊。所以我迄个比赛有因为分糖即个技术，然后名次摕了袂歹啦。即个有我摕到迄个扭糖组的冠军。哇！厉害！这就是我一个冠军。然后，这是分糖，然后还有第三个技术是扭糖。扭糖的话，大家看，头咱糖煮好开始透明的，不过阮经过阮甲空气包落去了，伊其实会有反光的感觉，对，敢若甲白铁迄个感觉。老师，这像咱传统迄个什么？两手糖，两手嘛，拗起，一直拗，对，两手糖嘛是一个传统技术，我等下做伙介绍。这个法国的扭糖的，伊的方式就是甲糖煮好，然后趁还袂烧，还袂冷，因为糖这个物件伊的温度会愈来愈冷嘛。你若烧冷，甲糖扭出来，形体扭出来，伊的空气其实无去，伊看起来就无遐金面。但大家看到迄个物件都金面的嘛，就是因为阮伫上灯的时阵，佮甲空气扭出来了后，伊马上冷去，所以空氣袂繼續走出去。所以要甲即個要甲伊金面扭出來，其實需要足濟練習，甲足大的體力去甲做會出來。然後即個就是即個嘛是我比賽一個作品，伊是用主要攏是用扭糖去做，即個是我去日本做的。日本嘿，因为其实日本的我去日本比赛，日本人对即个有钢的物件非常的厉害，嘿，因做物件都做做有钢的，所以我去迄个比赛，我就想讲要得奖，一定爱做甲比因较有，所以我就用扭糖的方式，甲即个有钢发挥出来。即个作品我开2个月伫厝里做，然后做好了，佮早去日本迄边，甲做起来。啊！你要安怎炸去日本？啊，佮无哇！这手关的吧？你无可能托运吧？爱手关，然后分组一组，然后底下佮买迄厨师机，因为糖做惊湿去的，所以我佮关伫饭店内底，然后家己伫遐做。啊，你安尼做偌久哈？像即轮火我开6点钟。哦。然后我毋过你要甲即个物件做出来，进前你爱做一届练习，看安怎。做较好看，所以这其中一组然后做这组我像这个造型我做几啊届，这是最后的新品尔，对。然后像这个糖就是用扭糖的方式，大家看到它迄个金面，迄个金面拢有出来，就是我有伫上烧的时阵、上灯的时阵甲扭出来，迄个金面较留会掉。嘿，迄只芳仔嘛是用。嘛是用，毋是用扭的，嘛是用老糖的。哦，用老糖。因为小细只，所以我嘛分袂出来。相片是伫本色翕的，是吗？你也知？我看得出来呀。你有看出来？人家对你讲，你看出来是本色。为什么伫本色啊？因为阮伫去日本比赛，无迄个灶骹烧大间啊，然后阮厨师机无法度甲吸气全部吸掉，所以我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做的时阵，家己内底，然后讲大家人拢袂当来，然后因为你若门开，你吸气落去，你就开始可以。
反湿就袂水啊，嘿油去，所以我就家己关伫便所内底关几工诶，然后去甲做出来。所以这尾仔这个糖，互日本人拢食了了嘛。无啦，紧食嘿。无遐枵啦。啊，这味那唔捌食过啊。是有甜啦，是有甜，但是就是有一个亏啊。这个味，白白吼，就白白。这较无在食啦，我拢会是去边仔放甜点安尼欣赏咧食。嘿，这就是我糖的艺术。然后我来刷来介绍的，毋那是法国有因的扭糖艺术尔，阮台湾嘛是有一个扭糖艺术，就是他拄仔讲的龙鬚糖。龙鬚糖甲其实嘛是一个用扭糖的艺术，伊就是甲糖煮好了，甲扭个衣裤啊。然后甲牛肠了贴做伙，牛肠佮贴做伙，用贴14盖了后，伊就会甲16000条糖丝，这就有16000条糖丝。哇！系啊，足油的，对啊。这是传统的牛糖的技术嘛。因为毋过迄时阵我在做龙须糖的时阵，我就感觉哦，龙须糖我家己嘛做爱食，毋过阮身躯我要送个身躯边的人要食，其实做歹食会着，因为龙须糖其实袂堪一放，伊放一工就扬去啊，会黏做伙无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有法度甲伊放较久的。伊的方法就是甲糖温度做较悬的嘛，做较悬的，伊蒸起了，伊就毋是甲软糖，伊就毋是冷的，伊就是冰的。你做较悬了，伊会堪一放，毋过扭袂动，系扭袂开，所以你就是爱甲，我就是结合我扭糖，因为我以前做这个糖嘛，我知影安怎伫高温内底甲这个糖扭开，所以我就结合我扭糖的这个技术，嘿，甲方法，然后甲传统的龙须糖做伙做一个。结合，我甲这两个技术夹做伙，传统的牛糖甲法国的牛糖夹做伙，做后壁这个。那会遮水啦！什么样哇？看会出来，佫是龙须糖，毋过伊佫毋是龙须糖，你改良啊吼，改良的龙须糖，伊食起来就是较酥。然后伊嘛会含一坑，伊就甲糖啊共款啊，伊就会含一坑啊。然后我哥，因为我本身是做法式甜点的，所以我就会结合我无共的口味去做。抹茶，嘿，他迄个是奶汁的，这个是抹茶，去做无共的口味和这个传统技术有法度，和愈侪人看会到，嘿，会当上来。等者食，看会到嘛食会到。对啦，安尼给咱介绍到遮。谢谢。当家拢来啊！这袂个过的啦，袂个过啦，这拄食这牛肠啦，哎，啊无先食咸啦，好无？先食咸啦，来，这你介意的？这我介意，这我全部拢是我的，全部拢你的。啊，这家己教啦，哎，来，好香哦。做这个饼很麻烦。本来拍摄啊，你等下你讲啊。就是那饼。就是没有，就是烤鸭的鸭饼啊，就是有没有烙饼啊？哦，烙干烧啊，用锅子干烧，没有放油啊，烙出来的饼。啊，对对对，烙饼跟春卷饼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跟葱油饼不一样，葱油饼是有油的，啊，那是春卷皮，春卷有些烤鸭用春卷皮，那个就太薄了，不是那不正统，口感不好。啊，对了。啊，老师，嘿，不是安尼用，哈，不是安尼用啊，一击的话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这样怎么样？这样转起来。来更起来。那你那两只的话是把它拉成糖葱，变干糖，样子白白的，它接触到空气就变白白的。哇！然后呢，应该是我想要吃棒棒糖，哇，就好食。我讲看麦。这哦，你那做一捆食一碗啦吼，然后迄种豆豆叫你做一捆，拢讲加入去。最重要的，伊讲叉烧的，麦鸡糕有韩鸡米，有韩鸡米，有韩鸡米，真香吼，真香。而且伊是毋是较袂遐黏水去？对啊，我今摆黏伫我。对呀，我跟你讲，袂当真难食，慢慢吃，那个饼很好吃。对啊，配饼对啊。伊拄食这烘鸭嘛，真正足好食的。因为有抹这个麦鸡糕，是，所以有迄个小菜香气，真正有够明显的。吼，系啊，这真正就是开时间豆豆啊兄，迄个香气才会老掉咧。对啊，是这无，我做这要甲做麦糕两个夹起来是无可能的啊，因为这两个功夫是无法度一摆学两项，因为我少年时我是做烤鸭。所以才有法度两个夹起来。哎，这样搞，好棒好棒，好好吃哦。啊，咸的食了，滴滴，咸的食了，我食迄，好牛糖，油糖，
哎，这外口有糖加土豆加芝麻。啊对。哇，你这个很多味道呢。我即马桌仔顶的有5种口味。真美。为巧克力的，边仔是玫瑰、荔枝、覆盆子，然后抹茶、加伯爵茶、加柚子。所以做法国的风格的，中西合璧，中西合璧，就水。我看这线条有够油的，我爱食伯爵茶。哇，有够油的安尼啦。柚子。哎呦，啊你查囡仔安尼。哎我把你面前怎？好热呢！做成小甜甜的小甜甜的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够香，这口味超赞的，很有层次。不是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它真的好像酥哦。因为吼，每一条线条拢安尼足油的，啊，所以吼，你安尼甲加入去了吼。伊伫你的嘴内底安尼游去，伊是安尼一条一条安尼游去，所以敢若伫你嘴内底咧落迄蒙蒙啊雨。但是你的嘴那分泌出来，它马上融瞬间无去啊，安尼无去啊。哎呀，伊敢是落雪，咁样雪，你涂骹就油去啊，油去啊，啊开出一粒油啊。油啊，一粒拢伫嘴内底。想要配茶，爱配茶。人看起来安尼足粗犷的，这个做甲遮油咯。伊就是真正厉害啊！我都在想哦，你这敢爱放麦个糖，麦个糖会放麦个，不过因为我要甲迄伊的口味做出来，所以我放的是白麦个。哦，白麦个哦，对白哦，豆饼的咧，豆饼的，透明的。这到有这个程度啦，我只个都去用，无法度去扭袂出来啦。用涂抹工。你头下两支安尼一个扭无，伊嘛变白啊。对。啊，问题无法度像遐定啊，爱扭足久的，两支啊扭足久才有法度啊。爱一直交叉。因为真算嫩的啊。对。系啊。但是这对身体较好是。身体较好。这无哈，这无这卖个无，为古早种伊就是无做保养脑有益药引。那这个可以放多久？放室温放1个月没问题。哎呦，1个月在上人呢。对啊，你在外带呢？你在外带啊，带人都会外带。哇，这好吃哦！好吃哦！做无共的口感。阿辉，你是安怎？是不是叫卖喷啦？你是先当心啦，太上老君哦。一棍。加先大嘴，安尼好。我在比赛。你听，故事拢听着，啊嘛拢记着着。咱现场吼，开放这个团购。好，团购。买落，哦。这100万，一盒一箱来奖一个。一盒是咱古早味的麦个糕，麦个糕，敢若会使买一箱了。啊，2盒是咱这个花果色的牛糖，敢若会使买一箱了。你这节目很残酷。我插你，敢若会使买一箱了。哦，这歹算，这真正歹算。3个3哦，好来，你团购啊哦，1、2、3，来扭起来，嘿，好，一盒2盒吧，好，2盒2盒嘛，1盒干了，我甲牛排啊，你袂晓甲牛排啊，对啊，你袂晓。你安尼吼，大家人讲好1票，你2票，你这个是做票。你咧讲啥话？豆包伊甲我讲，伊嘛要啊，这豆包诶，豆包诶，2包呀，豆包好，了解。这个你嘛，这个你嘛有啊，系啊，敢袂？安尼你3票了，我3票啊，安尼好啦，今仔日哦，白水白好食，太赞嘞，太赞嘞！咁你安尼食这个糖。啊，听这个糖的故事，就感动诶。哎，真正，而且吼，拄则我介绍咱这阿峰师，因为咱这即马现代人，大家拢讲这要求种爱紧，什么代志爱有效率嘛。啊，伊会当讲，家己的心情安尼稳定落来，然后10几点钟伫遐咧兄这火团咧遐兄茶吼，真正就无简单的。我人佩服，真正是。真正厉害啊！然后会当甲这麦芽糖安尼吼，对于较早的古早时代安尼慢慢搁传落去。伊拄则有讲，希望讲伊的囡仔若是大汉，嘛有希望讲继续搁甲传。对，这是咱的传统啦。无你嘛去甲乌者嘛，乌者啊，会使啊，交流者，交流者会使哦。感动啊！两位拢互咱足感动。对啊，足歹选的。你再讲台湾真无高，就是讲台湾的。迄
迄钱无内在就对。不过这两位先生拢做有高的，真的。啊，你逐工读册吼，食头路无高的先食这啊吼，你就高。啊，高啦，各位心情拢好对啊，多谢两位导览先生。恁有够赞的，恁真正有够赞。系啊，观众朋友哦，无管是好日子、歹日子，食滴滴心花开。